有主善团体伫台北南港的干那挂工场举办渐冻症的特展，有新媒体艺术家甲朋友的创作，希望大家关心生命权的议题。 台北相片呈现 SMA 渐冻症患者可能互药品、眠床等等禁果，涂骹的炸弹嘛暗示因的生命就亲像微波弹。台湾生命之汤协会最近举办 SMA 渐冻症特展，透过各位艺术家的多媒体装置艺术，甲朋友的画作，外界更较了解朋友的处境。其实他们要写个字都非常的难，但是他们一直在展现自己的能量，一直在告诉大家。 我很值得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因为他们背后都有着很不容易的故事。第一个本身嘛是病友，当年走总替 SMA 病友争取全民药物健保给付，因为目前敢若1岁进前发病，6岁以下的病友有健保给付，全台湾有9成的病友无符合资格，但是真侪国家早就已经全民补助。伊讲透过展览，除了展现因的心声，嘛展现因的生命权。SMA 太少人了。 所以我们的声音不够大声，政府听不见。那我们这一次就是想邀请大众跟我们一起发声，为 SMA 的生命权创造一个发声的舞台。第一个表示，目前台湾有超过400个病友拢拍拼过日子。这个展览有艺术家用录影、声音等等的媒介，带大众认捌 SMA， 嘛用因的故事呈现生命的尊严。记者陈文丹保罗台北采访报道。